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港九往事。喺香港嘅企業家之中，何善衡係一個非常傳奇嘅人物。講起何善衡，可能好多人未必識，不過一提到恒生指數，咁就好多人都聽過啦。大名鼎鼎嘅恒生指數就係何善衡發明，呢個指數一直沿用到今日。何善衡身家百億，佢一生同香港眾多富豪都有交集。早年曾經聯手何鴻燊喺澳門做生意，之後返香港創辦咗香港第二大銀行恒生銀行。晚年嘅時候，何善衡又擊敗咗李嘉誠、郭學連等富豪，成功保衛自己嘅恒昌公司。91歲嗰陣，佢以75億嘅天價將恒昌公司賣俾內地巨富榮智健。可惜嘅係，何善衡一生有13個子女，卻無一人願意繼承佢嘅家產。究竟點解呢？何善衡祖籍番禺縣焦塘司石溪村，今屬廣州市海珠區石溪。清代末年生於澳門一個貧困家庭，喺半飢半飽之中度過幼年。因為無力負擔昂貴學費，10歲前呢仍未入學讀書，父母呢將佢送翻石溪村入讀學費唔高嘅私塾。鄉間私塾雖然讀嘅係《三字經》《幼學瓊林》等古典啟蒙書籍，但佢十分珍惜呢個學習機會，刻苦攻讀，勤學不輟，對課本能夠倒背如流，深得先生中意。幾年落嚟，佢唔單止識咗好多字，亦明白咗為人處世嘅傳統道理。呢段學習生活對佢日後影響頗大，以至於發達之後，佢喺家鄉石溪捐資，辦起咗一所許蘆小學，俾家鄉子弟有書讀。後來家庭變故，連私塾嗰啲低廉學費都付唔起。13歲嘅何善衡被逼在學，只好去廣州一間鹽倉做雜工，做嘅係清理場地嗰啲活，人工低微，生活困苦。2年之後，佢辭咗鹽倉嘅工，轉去廣州上下九嘅南城金鋪做學徒。喺南城金鋪做學徒，其實學徒係有名無實，並非真正學買賣，只係做倒痰罐、掃地、斟茶遞水之類嘅打雜工作。不過佢冇嫌棄呢份卑微嘅工。喺金鋪，一方面做嘢勤快，手腳麻利，搞掂瑣碎雜務；另一方面把握一切機會，多睇多問多諗，了解金鋪買賣交易知識，用字掏腰包，買經濟、法律、市場營銷、心理學等書籍自修，間中向老闆俾啲參考意見。佢嘅商業才華呢，好快俾老闆認可，准佢參與買賣，並且嶄露頭角。22歲呢，就升任金店司理。喺南城金鋪，佢結識咗同行林炳賢，並深受林炳賢賞識。呢段友誼唔單止為佢日後發展鋪路，亦成就咗兩人日後嘅輝煌事業。喺金鋪打工多年之後，24歲嗰年，佢決心自闖世界，辭咗金店職務，向朋友借咗一筆錢，同人合股喺廣州西榮行、上九路一帶開設匯龍銀號，做港幣買賣業務，亦漸漸炒起黃金，賺到唔少錢。不過老闆唔係咁易做，匯龍銀號生意並非一帆風順，佢喺炒金過程曾因虧蝕而3度掛單。所謂掛單就係按當時廣州黃金市場嘅規矩，炒金輸錢嗰個人名同所欠數目要喺堂內掛出嚟，直到還清款先可以贖回。虧空之後，佢已經身無分文，走投無路之際，去上海揾老友林炳賢求助。其時林炳賢已經喺上海開辦大銀號，成為上海金融界重要人物。發達咗嘅林炳賢並冇嫌棄呢位落難朋友，親自去碼頭迎接，
安頓之後，仲吩咐專人照顧起居飲食。喺上海嗰段日子，佢一邊喺林炳賢嘅商行幫手，一邊籌措欠單款項還債，有林炳賢幫助，總算渡過難關。匯龍銀號營運6-7年之後，1933年3月3日，佢同林炳賢、何添等人喺香港中環永樂街70號創辦咗連伙投共11人嘅恒生銀號。銀號業務仍然係佢哋熟悉嘅貨幣同黃金買賣。當時佢出資最少得1000港元。不過佢參與創辦恒生，唔單止影響咗佢一生，都影響咗恒生嘅發展歷程。恒生銀號成立之初，由林炳賢擔大旗，主做匯兌業務，臨時經常往返港穗滬三地。何善衡任經理，駐守廣州，負責廣州嘅生意。1941年12月，日軍攻陷香港，而澳門係中立國葡萄牙嘅殖民地，可以偏安一隅。恒生銀號遂將資金調往澳門繼續經營。但係澳門匯業集團區氏家族嘅銀號亦叫恒生，所以香港恒生銀號改名永華銀號經營。當時喺東亞同東南亞，只有澳門令恒生銀號得以保存實力，避免一場浩劫。3年零8個月淪陷期過後，恒生銀號於1945年9月喺港復業。嗰陣國民政府不斷發鈔，通脹極之嚴重，老百姓只信黃金唔信紙幣，佢哋對美元、英鎊等外幣缺乏認識。逃難時只帶金，需要時先兌換貨幣購物。銀號喺當時大行其道。經過3年嘅黃金大戰，恒生獲得巨額利潤，並成為香港黃金業界嘅權威。好多後生仔可能唔知道當年嘅黃金大戰。1947年開始，香港炒賣黃金之風日漸熾熱。精於黃金買賣嘅佢由廣州返香港坐鎮，吳內利各位同何添亦加入。1948至1949年，香港金價瘋狂漲跌，唔少由上海來港嘅商家因炒金破產，但香港廣東幫就大獲全勝。佢更俾投資者尊稱為黃金買賣嘅權威，甚至有人認為佢後來發跡與黃金有不可分割嘅關係。1946年，佢同梁辣炬、何添等人成立恒昌公司，代理食米入口，係大昌貿易行嘅前身。其後大昌愈辦愈大，除咗經辦糧油入口之外，仲代理汽車、家電、建築材料等，與香港社會息息相關。佢始終認為喺香港做生意比外地易，所以喺1952年11月向政府申請銀行牌照，並於12月5日正式註冊，打算發展全面性銀行服務。呢亦標誌住呢間傳統老牌銀號開始向現代金融企業轉型。1960年，恒生正式轉為公共有限公司，正名為恒生銀行。註冊資金增至3000萬港元，喺中環興建恒生大廈，喺九龍旺角增設多間分行。佢領導編製嘅恒生指數作為股市升跌嘅參考係數，以其科學性與權威性為世界所接受，並一直沿用至今。出身金鋪學徒嘅佢，推己及人，從自身多年經歷，深知經營之道在於以誠待人。佢提倡服務大眾、人客至上精神，將恒生嘅業務方向主攻香港中小型企業、市民大眾。後來如鄭裕彤、李嘉誠等叱咤風雲嘅華商巨子，當年創業都曾得到恒生大力協助。佢曾表示：我哋自始至終本住顧客第一嘅精神，時刻提醒員工，唔論係草根階層、
定係勞苦大眾，只要一踏入恒生銀行，就係我哋嘅上賓。根據佢嘅原則，恒生訂立一系列服務守則，員工要勤懇盡職，要反應敏捷，要培養忍耐、忠誠、整潔及樂於助人嘅精神。僱員不可誤導或批評客人，亦唔好同客人爭辯，應該耐心聆聽需要，並即時答覆，仲要記住客人嘅名字，客人離開時更應親自送行等等。每當顧客踏入恒生銀行，就會得到職員熱情招待及協助，例如代填表、引介至適當櫃台之類。因此，恒生透過一系列有人情味嘅周到服務，拉近銀行與社會大眾嘅距離，贏得顧客。相比當時匯豐銀行嘅做法，華人要借錢先要過買辦嗰關，恒生嘅服務更有溫度，所以好快得到香港市民認可，喺銀行界脫穎而出。1964年，恒生更成為香港最大嘅華資銀行。佢嘅繼任人利國偉話：恒生迅速發展歸功於佢嘅眼光。佢對恒生兩大貢獻，其一係立足香港，其二係對客人好。1965年，香港發生銀行擠提風潮。當恒生現金將至見底時，4月8日下午5點，佢即刻緊急召開董事會，當機立斷，決定將51%銀行股權賣俾香港上海匯豐銀行，並於4月12日答允。經營逾30載嘅恒生話事權就此斷送，成為佢畢生憾事。佢更為此連哭2晚。不過喺出售當日，佢仍然親自主持會議，不斷向員工解釋，以穩住軍心。匯豐收購恒生之後，因匯豐大班桑達士認為恒生成功在於其華人管理層，故恒生依舊由佢掌舵利國偉及何添為輔助，匯豐只派4位董事入局。佢自此長期擔任恒生銀行董事長，至1983年因年老改任名譽董事長。當時傳聞匯豐終有一日完全吞併恒生，但佢同伙計講，只要恒生做得好，匯豐都要靠恒生銀行，勸大家要與匯豐緊密合作。有匯豐做後盾，恒生銀行不斷壯大，成就規模僅次匯豐。呢個時候，佢把握時機，專向中小企埋手。有啲華資大戶如鄭裕彤、李嘉誠未發跡前，亦曾得到恒生大力支持。佢明白廣開客路嘅重要，因為銀行除咗要有巨大存款，仲要不斷穩貸放市場，先可以茁壯成長。佢曾講：栽培客戶就係壯大自己，唔好以為自己係客戶嘅衣食父母，反而客戶先係我哋嘅衣食父母。喺佢領導之下，恒生由20世紀60年代末起，每年業務保持雙位數增長，去到1972年更成為香港首家上市銀行。到今日，連同總行在內，恒生銀行已發展到140間分支機構，市值僅列匯豐之後，高居香港銀行第2位。佢本人亦積累逾100億港元個人資產。1983年，已經83歲嘅佢辭任恒生銀行董事長，開始將精力轉向教育同慈善領域。1991年，佢太太過身，呢個時候香港唔少財閥盯上咗佢嘅恒昌公司。佢一生有13個子女，其中不乏能力出眾，但係都無意接手父親嘅事業。正因如此，加上佢年事已高，好多財閥就盯上恒昌，包括鄭裕彤、李嘉誠、郭學連等人。當時恒昌係香港最大汽車零售商，佢忍住喪妻之痛，
擊敗李嘉誠等財閥，保住公司。唔耐，大陸巨富榮志健揾上門，提出收購恆昌。榮志健係無錫榮家後人，榮家自清末已係中國首富，有榮家衣食半天下之說，家族一直極其富有，彼時喺中國依然財雄勢大。榮志健約咗李嘉誠一齊打高爾夫，榮話如果一桿進洞就要收購恆昌。李嘉誠即刻明白其言外之意，由於榮家勢力，李嘉誠亦要俾面。最後李嘉誠聯手鄭裕彤、郭學年一齊出資，由榮志健出手收購何善衡嘅恆昌公司。當時呢筆75億嘅交易創下香港商業收購案嘅歷史紀錄，佢亦大獲全勝。如果唔係佢運籌帷幄，可能公司早就被吞併，佢一蚊都攞唔到。諗唔到最後竟然將一間中等公司賣出75億嘅天價。其後榮志健透過分拆公司業務套現唔少，再買翻李嘉誠等人手上股份，佢幾乎以空手套白狼方式攞到恆昌，而李嘉誠等人亦賺咗9億。當然呢啲係後話。91歲，佢忍受喪妻之痛，擊敗李嘉誠賺75億，但13個子女卻冇人願意繼承家產。佢嘅一生傳奇程度其實不亞於李嘉誠等富豪。喺公司內部運作上，佢亦好有一套。公司走向企業化，辦公室政治在所難免，但佢仍然好重視同員工嘅關係。曾經喺高層例會上亦莊亦諧，以粵語訓示大家：老婆可以鬧，但係伙計就唔鬧得，因為你養老婆一世，鬧下都得，但下屬呢係幫我哋揾錢，唔應該仲去鬧佢。佢着書越世淺談，將待人接物之道公諸於世，並信守忍怒。談到用人時，絕不姑息用才。可以原諒一個吹毛求疵嘅主管，但卻無法忍受既不損人亦不利己嘅老臣子。對新同事不予指導，亦不大關心。做錯咗就叫佢再做，絕不加以解釋，使人暗中摸索，倍感困難。呢種人存在，簡直係事業上嘅緊腳石，應予剷除。辯齋，由於佢早年受教育機會唔多，所以發達之後極重視教育。1970年，何善衡慈善基金會成立，曾向多所高等院校捐款。香港浸會大學其中一個校園便命名為善衡校園。1973年，佢同夫人向香港佛教聯合會捐款，喺新界葵涌填海區興建中學，並將佢嘅善字同其妻李歡德嘅德字合併，取名佛教善德英文中學。佢一生亦獲多所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。1980年，佢與多位恒生銀行董事資助創立恒生商學書院，以培訓商界人才。2006年，基金會向香港中文大學捐款，中大將新成立嘅書院命名為善衡書院。佢一向熱愛家鄉，樂善好施，熱心社會公益，關心祖國建設。自1979年以嚟，捐巨資贈物俾家鄉，興建學校、醫院、敬老院、幼兒園以及築路、整治村容環境等共10幾個項目。如今工業大道南西側420號有一間石溪中醫院，就係佢捐建並提名。佢仲資助廣州發展科技文化交流等多項基金，並捐巨款資助中山大學、中山醫科大學、廣州醫學院、番禺理工學院，為省、市、區、縣、鎮等50幾個部門單位捐資贈物，
捐款總額達1億1000萬港元，其中廣州市接受捐贈共7000萬港元。1993年7月8日，佢被授予廣州市榮譽市民稱號，其後繼續支持廣州市公益事業，先後捐俾番禺理工學院1000萬港元，捐資6360萬港元興建中山醫科大學附屬一院新住院樓、中山醫科大學何母劉太夫人中心實驗樓、海珠區第一人民醫院門診樓。1994年，為進一步促進中國科技事業發展，佢聯同恒生幾位老友梁租租、何添、利國偉各捐港幣1億元，成立何良何利基金，每年向中國內地有傑出成就嘅學者頒發獎金，以鼓勵喺科技、醫學及其他領域嘅成就，喺我國科技界影響巨大。1996年6月22日，佢被授予廣州市傑出貢獻獎。1997年，佢因病於香港去世，享年97歲。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，歡迎訂閱、讚好、轉發，我哋下期見。